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医师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。就在上个月，我遇到了一位刘阿姨，她今年72岁，住在板桥。那天早上，她像往常一样搭公车去市场买菜。当公车停靠站时，她准备下车，但就在踏出车门的那一瞬间，她的身体突然失去平衡，整个人摇摇晃晃的，差一点跌倒。幸好她及时抓住了扶手，但那双手在颤抖，我看得出来她吓坏了。请一定听完这一段，如果你忽略这些指兆，下一次跌倒可能发生在家里，后果会更严重。很多人会说，这是年纪大了，自然会这样。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，这不是因为老化，而是因为你的平衡系统睡着了。就像一台长期没有使用的机器，它需要被唤醒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他们并不是真的失去了平衡能力，而是因为长期缺乏训练，让身体的平衡系统进入了休眠状态。好消息是，这些系统可以被唤醒，而且只要3分钟。是的，每天只要3分钟，你就能重新找回稳定的步伐。今天我会教你们3个简单的动作，这些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需要出门，在家里的厨房就能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方法已经帮助了许多像刘阿姨这样的长者，重新获得了行动的自信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资讯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支持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在我们开始练习之前，我想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平衡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科学。我们的平衡能力其实是4个系统共同合作的结果。第一个是脚底的感觉神经，它们会告诉大脑你现在站在什么样的地面上。第二个是眼睛，他们负责判断周围环境的距离和方向。第3个是内耳的前庭系统，这是你的天然水平仪，负责感知头部的位置。最后一个是大脑，它像指挥家一样整合所有的讯息，然后告诉肌肉该如何反应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想象你的血液就像公车，血管就像道路，而这些平衡系统就像沿途的车站。如果你长期不使用某条路线，这条路会长草，车站会荒废，公车也会变得不顺畅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长时间坐着看电视、喝茶，很少走动，你的平衡系统就会逐渐退化。在台湾，我们很多长辈习惯在家里待着，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，或是下雨天，大家更不愿意出门。这样的生活方式虽然舒适，但也让我们的平衡系统缺乏锻炼，神经不再敏锐，肌肉变得无力，内耳的反应也变慢了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些系统并没有真的坏掉，它们只是睡着了，就像一台休眠的电脑，只要你按下正确的按钮，它就会重新启动。而我今天要教你们的3个动作，就是唤醒这些系统的按钮。这不需要你去健身房，也不需要买昂贵的器材，你只需要在家里利用厨房的桌子或流理台，每天花3分钟就能让你的平衡系统重新运作起来。我保证，如果你持续练习2周之内，你就会感受到明显的改变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第1个动作。第1个动作叫做体踵运动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
但效果惊人，它能够强化你的小腿肌肉，增加脚踝的稳定性，让你在行走时更有信心。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首先，请找一张稳固的餐桌或厨房的流理台，站在桌子或流理台前面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轻松地用双手扶着桌面或台面。记住，你的手只是轻轻地放在上面，用来保持平衡，不是用来支撑全身的重量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慢慢地将你的脚跟抬起来，让你的身体重量完全落在脚尖上。想象你正在试图看到桌子对面更远的东西，所以需要踮起脚尖。当你抬到最高点时，停留1秒钟，感受小腿肌肉的紧绷感，然后缓慢地将脚跟放下，回到起始位置。这个动作的关键是缓慢和控制，不要急，不要用力过猛。每一次抬起和放下都应该是平稳而有意识的。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做5次或10次，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动作的质量，而不是追求数量。现在让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有效。当你抬起脚跟时，你的小腿肌肉会收缩，这不仅能增强肌肉的力量，还能刺激脚踝周围的神经。这些神经会向大脑发送讯号，告诉它我们正在使用这个系统，请保持警觉。久而久之，你的大脑会重新建立对脚踝的控制能力，让你在行走时更加稳定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简单，我可以教你一个进阶版本。当你抬起脚跟时，试足在最高点停留3秒钟，而不是1秒钟。这会增加挑战性，让你的肌肉工作得更努力。等你习惯了3秒钟之后，可以挑战5秒钟。记住，每一次你抬起脚跟，都是在唤醒你的脚。这不只是运动，这是在告诉你的身体，我还年轻，我还能动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继续第2个动作。第2个动作叫做时钟步训练。这个动作听起来有点特别，但它能够训练你的方向感和反应速度。想象你站在一个巨大的时钟中央，时钟的数字在你的脚下围成一个圆圈，12点在你的正前方，6点在你的正后方，3点在你的右边，9点在你的左边。你的任务是依照时钟的方向，用脚去踩这些数字。让我具体说明一下怎么做。首先，站直，双手可以轻轻扶着椅背或桌子，保持平衡，然后抬起你的右脚，向前踏一步，就像踩到12点的位置，放下右脚，回到中心，接着抬起右脚，向右前方踏一步，像踩到1点或2点的位置，回到中心，然后向右侧踏一步，像踩到3点，回到中心。这个动作的重点是，你的头要保持抬起，眼睛看着前方，不要低头看脚，这很重要。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可能一边走路一边盯着自己的脚看，我们需要训练大脑，在不看脚的情况下，也能准确地控制脚的位置。一开始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摇晃，甚至会踩错方向，这完全正常。如果你感到不稳，就停下来休息10秒钟，然后再继续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也不要因为做不好而感到挫折。记住，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这个动作为什么有效呢？
因为它训练你的大脑去处理复杂的空间讯息。当你踩向不同的方向时，你的内耳、眼睛、脚底的神经，还有大脑，都必须同时工作，互相协调。这就像重新启动你的大脑 GPS 系统，让它重新学会如何导航。对于那些经常感觉某一侧身体比较弱的朋友，这个动作特别有帮助。你可以多练习往你感觉较弱的那一侧踏步，这能帮助你平衡左右两侧的力量。每天练习12点、3点、6点这3个方向，每个方向踏5次，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感越来越好，转身也会变得更流畅。现在，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，关于一位叫张伯伯的病人，他今年68岁，住在高雄，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。2年前的某个下午，张伯伯在家里泡茶，准备端茶杯到客厅给老伴喝。就在他转身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茶杯从手中掉落，自己也跌倒在地上。那一跤让他的右手腕骨折，打了石膏，痛了好几个月。从那次跌倒之后，张伯伯变得非常小心，甚至可以说是害怕。他走路的时候总是紧紧抓着墙壁或家具，不敢走快，也不敢转身。他的老伴告诉我，张伯伯连去楼下的菜市场都不愿意，因为怕再次跌倒。后来，张伯伯来到我的诊所，我仔细检查了他的身体，发现他的肌肉力量其实还不错，内耳也没有明显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他的平衡系统因未长期不使用而变得迟钝了，加上跌倒的恐惧，让他更不敢活动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我教了张伯伯今天我教你们的这3个动作。刚开始他也很犹豫，担心会不会又跌倒，但我告诉他，只要每天练习3分钟，一定会有改变。张伯伯答应了。2周后，张伯伯回来复诊，他笑着告诉我，他现在可以不用扶墙壁走路了，甚至敢走快一点。他的老伴也惊讶地发现，张伯伯又开始愿意下楼去买菜，还会主动帮忙提东西。1个月后，张伯伯传了一张照片给我，照片里，他和老伴站在旗津的海边，背景是一片蓝天。他在讯息里写道：“林医师，谢谢你，我终于又敢出门了。这3分钟改变了我的生活。”看到那张照片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不只是关于平衡，更是关于信心和自由。当你能够稳稳地站立，安全地行走，你就能重新拥有生活的主动权。也许你也是下一个张伯伯，也许你现在也正因为害怕跌倒而限制了自己的活动范围。但我想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开始，只要你每天坚持3分钟，你也能像张伯伯一样重新找回自信。现在，让我们学习第3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动作。第3个动作叫做侧向移步。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因为大多数的跌倒，
其实发生在转身的那一刻。让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很多人以为只要能够向前走得稳，就不会跌倒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侧身移动，比如说在厨房里从冰箱走到瓦斯炉，在浴室里从洗手台移动到马桶，或者在客厅里让开给家人，通过这些侧向的移动，需要特殊的平衡能力。侧向移步能够唤醒你的内耳反射，这个反射系统比任何药物都有效，它能够训练你的身体在横向移动时，快速调整重心，保持稳定。现在，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站在厨房的流理台前面，轻轻地用手扶住台面，你的脚应该并拢，身体保持直立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，向右侧跨一步，注意，不是向前，也不是向后，而是直直地向右边跨。当你跨出右脚之后，左脚跟上，回到并拢的姿势，然后再向右跨第二步，左脚跟上，第三步也是一样，这样你就完成了向右侧移动3步。接着换方向，向左侧跨一步，右脚跟上，再向左一步，右脚跟上，第3步完成。这个动作听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需要协调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侧向移动时，你的身体需要不断调整重心，你的脚踝、膝盖、髋关节都在工作，而你的内耳也在时刻监测你的平衡。刚开始练习时，你可能会觉得动作不流畅，或者需要很用力地抓住台面，没关系，这是正常的。随着练习次数增加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顺畅，对台面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少。每天练习，向右3步，向左3步，重复5次，这只需要不到1分钟的时间。但它能够大幅提升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性。记住，这个动作不只是运动，它是在重新训练你的神经系统，让它恢复原本应有的敏锐度和反应速度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学完了3个动作，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3分钟可能改变你的10年。今天我教了你们3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动作。第一个是体踵运动，它能强化你的脚踝稳定性，让你的每一步都更加扎实。第二个是时钟步训练，它能提升你的方向感和空间协调能力，让你的大脑重新学会如何导航。第3个是侧向移步，它能唤醒你的内耳反射，让你在转身或侧身移动时更加安全。这3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只需要1分钟，加起来总共3分钟。你不需要特殊的器材，不需要出门，只需要在家里的厨房或餐桌旁边，每天花3分钟，就能重新找回你的平衡力。我知道，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我年纪大了，还能改变吗？我要告诉你，能。张伯伯68岁还能做到。你也可以，重要的不是你的年龄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开始。我也知道，有些人可能会担心，我会不会练习的时候跌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，一定要扶着
稳固的桌子或流理台，这些动作是安全的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现在我有一个请求，如果你看完了这支影片，请每天练习这3分钟，然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正在训练我的平衡力，让我知道你正在行动。这会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也会激励其他正在犹豫的朋友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，他们也值得拥有一个更安全的明天。也许他们现在还没有跌倒，但预防永远胜于治疗。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。我是林医师，我看过太多因为跌倒而失去自由的长者，也看过太多因为恐惧而不敢出门的家庭，但我也看到，只要愿意开始，只要持续练习，每个人都能重新找回稳定和自信。保持稳定，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3分钟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强壮、更安全、更自由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。